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7月29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干。今日早上，这场地震有台湾人拄好就伫当地有翕到地震画面。那根据这观光署的消息，目前是无旅行社来通报讲有受到影响。那总统罗清德也伫咧社群平台保护文，随时注意后续发展。台湾也已经准备好势，随时提供协助。大卖场内底的民众拢真惊吓，还有囡仔大声咧吼。架顶的商品搁车落来，甚至搁有人互地着，其他人拢赶紧来斗相共。日本新闻馆伫咧日月下晡发生规模7.1的地震，互真侪人心惊胆吓。伫咧新本城搁传出声响崩落，有台湾的旅客就伫现场。熊本城地震，还有余震。台湾的旅客录影翕到发生地震的时阵，新本城的城墙崩落来，风飞沙飞飞的景象。另外一边，民众伫咧街仔路聚集，甚至直接就坐伫咧涂骹。因为发生地震的时阵，当地饭店是紧急疏散旅客去到户外空旷所在避难。因为嘛有袂少台湾的旅行团登咧当地，根据旅行社将恶情访，可乐旅游有476位旅客伫咧新本当地拢平安无代志。咸菜旅游伫九州地区有超过400位旅客甲领队，也全部拢安全。东南旅游甲李天下、五福旅游伫咧九州地区的旅行团，目前同款是全员平安。大地震也造成新本机场关起来，伫台南机场甚至有人已经将飞行机搁互人请落来，有人是被迫取消旅程，嘛有人等待通知才搁改行程。就是上机了，然后确定熊本机场关闭以后就再下来。会不会觉得很突然？有啊，小孩子哭。因南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要伫29去到福冈考察高铁，部分立委已经去到当地，包含国民党立委黄建和、尤和，也有民进党立委柯志杰、齐富贵等等，目前人拢平安。那后来我们就取消相关的行程，那直接回到回到住宿的地方。那在回来房间之后，大概到下午5点的时候，又收到余震的一个警报。那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有碎裂，有一些破裂。我们也听闻熊本发生7.1级的大地震，也觉得非常的心痛。祝福熊本人能够一切平安，也希望说救灾一切顺利。台积电伫咧新本的 JASM 厂区嘛，遇到大地震的考验。台积电回应讲，第一时间就已经疏散人员，目前厂区内底所有的人拢确认安全无问题，也已经完成厂区建筑物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转去生产线。咱的总统赖清德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表示，当咧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势，随时会当提供协助，希望当地民众拢平安无代志。前总统蔡英文嘛透过社群平台用日语来发文，讲到台湾有真侪人拢来关心新本，咱拢甲日本的朋友徛斗阵，希望大家都爱保重，祝福每一位朋友拢平安。咱的外交部表示讲，伫第一时间已经表达慰问，而且也指示咱驻福冈的办事处了解灾情甲国民受影响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新竹德仁市场附近，有人是食酒塞车，启动着路边的6台汽机车，若无停落来，佮想要逃走，佮假做是这过路人徛伫咧边仔看戏，尾要是去互警察抓到，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我都没有跑哦，来是吃酒我都没有跑，我说我有喝酒。看到警察驾驶一直解释，家己无逃走，警方骗到这查甫人规身躯拢酒味，需提出机器叫伊赶紧滚。听我们指示，一直吹到我们说停再停。啉酒醉的查甫人讲家己无逃走，不过看监视器画面煞唔是安尼，一台轿车先弄着停伫路边的6台汽机车，驾驶无停车，煞继续向前驶，尾仔是互民众砸落来，走袂去才停车。我讲你是食宵夜还是啉烧酒啊？讲你跑落来，我来想要跑啊。代志发生伫新竹市德仁市场附近，姓李的查甫人对工地拄下班，驶车沿路弄着路边的汽机车，但警方到现场却找无驾驶。原来伊假酷酷徛伫路边，竟然家己是一般民众电星，互警方当场抓包。对于林兰实施以酒测，酒测值已达法定标准，警方当场逮捕林兰。全案侦讯后，依涉犯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啉酒赛车已经涉嫌公共危险罪，将甲这驾驶上班，除了刑事责任以外，也要担起损害车辆的相关赔偿。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也毋那食酒赛车，连这食毒赛车案件也是愈来愈多。道交条例修正通过要加重罚，不管是食毒赛车，也是抓到技术检毒，拢爱吊销驾照、车辆物质。
也是讲弄甲重伤死亡者，就规世人袂使阁去驾照。这架货车弄到路边的两支电火条啊，发出真大的声音。代志发生伫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2段，一个29岁姓吴的查甫人，日前透早6点半，驾到赛车去弄到电火条啊，甲路边的铁柱，还有冷气等等的设施，加在无造成别人受伤。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1支、依托米酯烟弹1颗，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依托米酯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台中大雅嘛传出有驾到赛车逃走的事件，警方伫这架车发现驾驶遭倒平，哪像有毒品其他面甲毒品加背包，会通知车主到案说明厘清案情，嘛以违反毒品防治条例来侦办。为着阻挡驾到赛车，立法院会283读通过修正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通过。条文规定，驾毒赛车或者是技术严重的，一律吊销驾照，而且无论车是啥物人的，拢会没收。驾毒赛车致使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一世人袂当阁考驾照。而且驾毒赛车技术严重的罚款嘛有悬，通过条文明定，头一届技术严重会罚27万，第二届罚45万，第三届以上较前一届的金额加罚18万，而且是无上限。修法之后，不是把它放到抽屉里就可以了。除了对全民宣导以外，更要精准的对酒驾、毒驾这些高风险群者这个累犯者能够启动细胞简讯示警。针对道交条例修法，民间团体是乐观其成，不过嘛讲行政法是预防尔。对受害者的家属来讲，这个伤害拢无法度来挽回，所以因更加关注刑法的量刑，呼吁要加速推动刑法第185条之3修法，互驾照赛车甲驾毒赛车致使人死亡的案件，基本的本刑提悬到7年，而且取消目前上重10年的上限，希望上重会当判无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是好天烧热。气象署是针对全台湾的9个县市发布高温黄色灯号。这东北部的高温是32至33度，西北部是33至35度。咱来看温度。今仔透东南风，水汽较济，东南部可能会落小可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过到西北部甲宜兰花莲山区会落短暂阵雨。另外，这今年的第13号风台北海低，会有日本的东平气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继续来看国内新冠疫情是连续7礼拜拢清悬进入流行期，顶礼拜新增加42例本土重症，2例本土死亡，按算到8月中也是疫情的高峰。真正来得甲医生讲，看医生的原因含镜头，但是每讲一句话，患者拢有够听的。伊反倒敢是会得新冠肺炎。光讲话就会很痛，更不要说吃东西、喝水都会。有还没有筛出来。就新冠现在流行很久了，就比较不会害怕，而且又有打疫苗。观察基层的诊所，下晡门诊的时间一到，一大堆人都入来看医生。真侪人唔是发烧，就是哪好听。诊所的医师讲，最近确实有感觉到新冠肺炎的患者变多啊。里面大概至少2-3个以上是新冠，尤其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里面，发烧啊、喉咙痛啊，还有比较明显的全身倦怠的感觉。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经连续7礼拜星期二进入流行期。顶礼拜门急诊就诊的有10605人次，含前一礼拜比是加117.4%。顶礼拜新增加42例本土重症的病例，2例本土死亡的病例。资料显示讲，国内重症的病例主要是以65岁以上的老大人和慢性病的患者较多数，有9成以上拢无注这季的新冠肺炎的疫苗。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就诊率，台北区、北区、南区和高屏区拢增加超过100%，去的幅度上大的是中区增加126.3%，东区嘛增加87.4%。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上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那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疾管署指出讲，这礼拜会配送10.8万剂的新冠疫苗给各地卫生局，因为最近新冠疫苗的疫情升温，顶礼拜注疫苗的人是明显增加翻3倍。
市卫生局表示讲，暗算第31会对台北市联医12区院外门诊部注新冠疫苗，恢复到全市新冠疫苗合约的医疗院所拢会当注新冠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宣布，公费肺炎研究菌预防社对8月30开始全面升级，以后只要注一支就好，免像以前拢爱注2支，按算有317万人会当受惠。疾管署是表示讲，8月30开始，公费肺炎研究菌预防社只要满65岁以上，关注民是55岁至64岁，佮有相关的高风险族群，只要有下资格，就会当去合约病院免费注着上新的预防社。再看民法的修正案三读通过，正式甲违散的兄弟姊妹得留分规定甲裁掉。有这律师是表示讲，新法是袂去影响到兄弟姊妹继承权，嘛建议民众也是要提早规划过身了后的财产分配。资深艺人周世平进前过身，无今日甲家后，佮甲兄弟感情无好，嘛表态希望财产拢留予长期照顾伊的契囝。不过同时依法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兄弟姊妹，嘛应该关心。现代人无结婚无生囝，单身族也是无子女的顶客族比例同伊提高。部分单身也是顶客族，因为民法规范的兄弟姊妹得留分，遗产规划自由度受限。立法院会第28正式三读通过民法第1223条修正案，删除手续得留分。立委嘛强调，这不是要破坏亲情甲伦理。进而推翻被继承人生前明确做成的遗嘱安排，这不仅违背了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也让真正长期陪伴照顾被继承人的配偶、伴侣、亲友跟公益团体因特留份的扣减而无法完整取得遗赠。包含德国、日本也已经废除多年。这次修法绝对不是要弱化手足之情，而是让继承回归到财产自主决定。根据即卖民法规定，得留分的计算，爱先算出兄弟姊妹的应计分，15成手续得留分比例1/3，这是兄弟姊妹的得留分。这个修法的重点就是将兄弟姊妹得留分删除。律师是讲，这不是讲手续就失去继承权，是要让财产所有者有更加侪分配的权利。尚未终结的调解或者是诉讼的案件，这个新旧法适用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建议在这个生效之后啊，这个个案上可以去咨询律师，会看能不能依照这个修法的施行细则或过渡条款去办理。台湾卫族协会表示，新法上路了后，渴望减少家族相争财产的悲剧，民众更加应该自主规划身后财产的分配。但是法务部另外提出的特别贡献分，明定继承人当中有对被继承人提供特别实质的照顾，会当考虑另外加入继承人的应计分当中。按过实质特别照顾的标准无法度确定，这个修法并无处理。记者采访报道。另外，还佫一条立法院拿甲8所提案的台湾儿少成长未来考照条例，也是三读通过。不过，这行政院也推出一个0到18岁成长津贴。那针对即马立法院的版本，有风声讲，有可能这行政院会用无买附属、无买执行来处理。小组化变国安危机，立法院会顶礼拜5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做伙推出的台湾儿少成长甲未来照护条例，而且每年爱支出差不多2162亿，比行政院规划的0至18岁成长津贴政策1851亿，加差不多311亿。行政院已经把成长津贴经费纳入明年度总预算，传出对立法院版本可能会搁用无附属，还是附属了后无执行的方式处理。行政院会依循既定的政策规划，持续稳健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对国人家庭的支持。总统府表示，依照宪法规定，立法院权责是议决预算，行政院负责编的预算加施政规划，嘛暗示处理态度。行政院导用台为上任以来对财违法灌溉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当选条例、加立法院组织法修法，拢已经确定无附属。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等修法是无编入预算执行。不附属不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到底还要多久？现在面对民生法案，面对国安危机，面对抢救出生率，我们应该要更加的积极，应该要全体一致，不分朝野。他所参考的是英国的相关的设计，可是这个英国的制度，其实在2011年就已经被废除。
那除了政府根本经费不足之外，还有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只有让儿少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民进党团是批评南北党团的未来校号违反宪政制度加预算法，而且无交代财源，也可能扩大贫富差距。强调应该支持明年就会当领的行政院版成长津贴。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美国股市精品类股大落，佮再加上有风声讲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已经有大进展，昨昏台股市大落2030点，是有史以来落第3次。再来是联合报，发现陆园失混爆炸，团体受伤，涉案的业者惋惜甲随波利息拢爱判赔6亿8千万，发现陆园的负责人也爱判赔2亿1千万。最后是中国时报。台中去年一间饲猪场表示非洲地质，造成全台湾饲猪产业损失超过20亿元。这业者的爸仔囝涉嫌隐瞒、无通报、佮偷卖白死猪仔，判业者其中这老爸是1年6个月，后生判3年。嘉兴牧场自从爆发非洲猪瘟以来，到今天陈姓猪农父子被一审判刑，整个畜牧场还是用铁皮围住。台湾在去年10月爆发非洲猪瘟了后，台中5车协兴畜牧场细蛋的负责人爸仔囝，轰查出团不实的猪喷的相片，喷的再利用不实的营运记录等等，因果暗砍疫情、减保死猪仔，甚至甲着病的猪仔送去拍卖市场，引发全台湾禁运禁宰15天，造成产业的损失有到21亿这么多。被告身为专业养猪业者，却长达2年多的时间以旧造新传、作假的手法规避环保机关的稽查，在养猪场爆发严重疫情的时候，仍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市场。台中地院1审的法官认为讲，细蛋的猪笼是破坏国家废弃物的管控，而且有可能造成防疫的破口，对社会危害重大。照伪造文书诈欺废弃物清理法判3年。伊的老爸86岁的老猪农，因为符合坐回减刑的规定，而且主动将犯罪所得交转来，会当减刑。较早起罪判刑1年6个月。除了政府法院判刑之外，之前不管是在议会的专案调查，或监察院的调查，或者我们市府内部自己的调查，我们也发现我们市府内部确实有很多可以来做一些改进的作为，所以我们也针对这次的事件来做了相关多的一个改进。监察院在今年3月对台中市政府提出纠正案，台中市政府目前已经对畜牧场的管理、生物的安全、疫情的监测、通报应变、喷的管理等面向提出改善措施，另外完善教育训练、专家的咨询和下局处的协调机制，希望提升疫情的预警、应变处理和整体的防疫治理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中联油低岩油的风波，调查讲是业者的内部管理出问题。中研院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这就代表讲咱的食安法也是有修正的空间，爱加强源头管制，也爱加强稽查制度。有学者是建议讲，爱监督厂商全面来自主检查，政府才落去查检。中联油脂验出分辨比卫福部27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为原料制定调整加监控措施3大层面的疏忽，最后致使食品安全风险升悬。针对调查结果，日本中研院院长陈建仁指出，显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所在，透过多方面管控，确保食安的推动。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从源头管制、制造的管理，还有抽验稽核到重罚这个黑心商人以及这个民众的检举都相当的重要。所以现在呢，行政院提出来的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我觉得是有必要。台中市食安处持续更新业者油品流向调查结果，日本公告第3元以下受影响业者新增加6间，包含早餐店、轻食店、快餐店，拢总累计297间。温度油也有预防性落来，累计回收792786公斤。不过除了中联油脂案以外，联经绿色科技公司的可滴油也有验出分辨比。针对这7批呢，跟新北市的卫生局呢，也提醒卫生局能监督依法下架、回收、销毁，那落实整个卫生局所谓也命这个普查油的业者呢，暂时停止贩售。
目前联检确定有验出不面壁的原因，还佫咧追查。不过联检公司嘛回应，确定无法加设批处本来就伫个自主通报的范围内，并不是新增加。生产完成了后，嘛转播自主封存管理，无出货贩售，也是流入消费市场。最新进度原来会即时说明，全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采访报道。搁再想要进来看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地铁崩空火烧，可能是内底有翘气落来，我着电车线才会着火。消防是协助撤离120个人，有136个人去乌烟抓到，39个人送医治疗。巴塞隆纳的地铁站外口有封锁线，支持一台对克洛特要驶去格洛里亚斯地铁站的列车伫驶的时阵，发现这铁机路头前敢若着火，一阵的浓烟拢冲入去车厢内，伊当阵真紧急，互乘客是真惊吓。Intentamos primero salir, al momento de salir lo que había era más humo, entonces intentamos quedarnos adentro tirados en el suelo. Habían niños, habían señoras mayores que tampoco sabían qué hacer.Procuramos mantener la calma, pero en sí los gritos que se escuchaban eran de terror. 地铁营运公司伫调查了研判，着火原因有可能是崩坑的内壁翘壳，去吸着电车线引发火势。好在在列车伫离火源50公尺的时阵，随动起来，而且随同步控制中心。到现场的消防员是用2支拍火管随甲火拍花。虽然讲火势无大，但嘛是有超过100个乘客因为闻到浓烟出现一寡镜头接受评估，医疗人员嘛随着伫现场开始救援。Han ayudat a treure les persones, aproximadament 60 persones per cada una de les boques, i en aquest sentit també hem estès mànigues per accedir en aquest possible incendi. 在泰隆尼亚医疗紧急救援系统是派19台救护车替现场的乘客来做检伤评估，而且甲伤势较严重的伤患紧送病院去治疗。事发了后，伫个2条地铁线交汇的克洛特站暂停营运，2条地铁线的班次嘛受影响，暗算28了会陆续来恢复营运。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国际上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暂停攻击伊朗，讲双方目前当咧谈判，应该是未讲真久。若是伊朗敢唔答应，就要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伊朗方面是讲无这件代志。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川普双方当咧见面讨论，授权这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搁对罗西亚重新谈判。泽伦斯基是表示讲，双方会搁进一步来讨论，嘛感谢美国坚定支持。秘鲁的新总统福基莫里宣誓就任，伊捌提出过真济项打击犯罪证件，包括要赶走非法移民，阁有法官唱名来审判等等。不过民众是认为讲，最后恐惊会变作人权，名声败了，最后落台。再来看政治站啊，这巴布亚、纽几内亚硬甲咱的办事处话乖就乖，咱外交部也宣布要反制停止买因的这天然气。那照以往，咱一年是差不多会甲因买差不多是120万吨。学者嘛表示讲，也爱去思考咱的能源供应甲替代来源。大洋洲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已经宣布甲咱国驻当地的办事处关起来。外交部28证实已经正式停止伫恒火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所落来会对台湾整体的能源需求含供应配置的情形做搬销。建议敢要进一步调整采购量。目前看资料，台湾对巴纽恒火市场的采购第一季度到50万吨，透过贸易商签的国际采购契约，年度采购数量是120万吨。现货市场50万吨市场数量是相当大，我们现在是暂时暂停采购现货市场的巴纽天然气，所以相对的，我们想这个对它的经济收入事实上一个相当大的影响。外交部嘛开始反制，根据资料，台湾是巴纽前5大出口国，液化天然气阁是贸易大宗品项。咱国采购巴纽要1/3的天然气，外界推算合约的总价都超过100亿台票。不过相对来讲，台湾产业的发展真兴，能源需求嘛有关。2025年中油天然气进口量是2310万吨，上大宗的是卡达的34%，过来是澳洲的33%。巴纽的部分是182万吨，有8%，或者提前要斟酌评估对应的影响。既然巴纽现在这几年大概都是占我们讲7到10%的这种供应量，也算是一个显著的量。那我们剩下来的问题是说，我们如果要用这种方式来反制巴纽一些外交上的作为，
我们能不能够找到稳定的替代方案？或者认为讲，若是敢若停止买现货市场，天然气进口欠的差不多是1%到2%。不过长远来看，台湾产业的发展正兴，天然气的使用量是增加的势，影响有可能会愈大。目前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供应目前是没有问题的。针对议题，经济部嘛回应讲，会当在能源安全含供气稳定的前提之下，配合外交部政策来办理。另外，因应中东战争，包括天然气进口的占比按上要调价。另外，目前国内油气安全存量，拢有超过中东冲突进程的安全水准。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汉光42号演习8月初5要开始到8月14，嘛要对这8月初7开始会分区来做防空演习。要头一届要演练行动网络降速测量，是到这北部甲中部14个县市拢会受到影响。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为着要培养国军实战的能力，在今年8月初5到8月14，国防部会实施汉光42号演习。国防部指出，这届10天9暝实兵演习，用无剧本，会以实战化的方向来进行，佮调集2万名的后备军人参加14天的教调，要磨练部队应变的能力。演习地区内之各级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产站及民众，均应配合管制及予以演练。若未依民防法第21条防空演习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配合防空演习命令之管制及演练者，各地方政府得引用民防法第25条，裁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国防部表示，自8月7开始，全国也进行防空演习，会用分区不同时间的方式来进行。8月初7早起的10點到10點半先按南部開始，中部是8月初10的下晡2點半到3點，因那離島地區甲東部地區分別伫8月11甲8月12，攏是下晡的1點半到2點。落尾北部地區是8月13舉行，時間是下晡的2點半到3點。民眾可透過防空避難標示牌、警政服務 APP 防空避難專區，或點選國家級警報簡訊上的連結專區，查詢附近防空避難設施。國防部也提醒，進行防空演習的時，除了會透過各種放送的方式來提醒，手機會發布各境的信息。時到若是在外的民眾，就要進入室內，或者是就地找所在位。另外，這個演習也頭解加入大規模的行動網絡降速演練，中部甲北部各共14個縣市的行動網絡會受到影響。也強調這是降速，唔是斷網，所以電話、簡訊、傳文字都未受到影響。記者桂宗林、王志光台北報道。電影消息來看，新竹的公務局中昨辦這扣卵營隊出發去台東阿朗伊古道，所行無偌久，就扣一陣芳來攻擊，有11人扣定着，加在送醫了攏無大礙。等一下，有啊，还等一下。你几个？还没有其他被盯到。消防队员到场，赶紧替学生囡仔处理好虎头芳定着所在。开走200公尺，就有学生说：“我被盯了。”大家蹲下来。新竹的公务局长书记省长营去到阿龙一古道进行微古道探索活动，想袂到拄去行无偌久，就发现去虎芳定着意外。集结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往后面避难的比较快出来，所以他们在我们还没抵达之前，有些部分已经先自行送医。剩下的大团队的话，就是往前面避难那一群。那为了避免回过头来再有危险，所以就是带着他们走海边，从海边这边迂回到安全的一个地点，这样子。苏生包含做志工2号，拢总45个人，有11个去互芳定着，有的先家己就医。其他的人嘛去互环顺队送到大埔卫生所，目前拢无性命危险。消防局呼吁，即马是芳活动的时期，若要上山，就一定要提悬警觉。若发现芳树或者是巡逻芳，千万唔通乌白一，也是去驶人，就要保持冷静、安静、撤离，才袂受到芳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风管办理中华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不过外口是有反对火葬场的民众咧抗议。惠民管府伫咧景地点开说明会过程，都有问题已经提出行政诉讼。
民众情绪激动，想要冲破封锁线，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场面真混乱。中华县政府拜日透早伫丰原乡举办中华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会场外口聚集侪反火葬场的自救会成员来抗议，烦恼火葬场会造成空气污染，认为政府自头到尾拢无尊重地方民意。阮种稻啊啦，种红菜头啊啦，种葱啊啦，土豆啊，土豆啦。啊！你反啊啦，唔来甲阮看谁要甲阮负责？啊，这个戴孝新啊，产生了啊，养实业啊，甲这农业完全就破坏去。预计在9月才要动土破土的仪式，他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提前在今天7月28号来做破土，而且从头到尾1、2年都没有跟地方做过任何沟通。反火葬场自救会表示，县府为选地点、开说明会过程拢有欠点，因已影响台中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县府无应该伫诉讼也未有结果进前就赶咧动工。县长表示，彰化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经过多方面的评估，才决定这个地点，感谢地方民众的包容。设施的部分本来就是一定要做，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确实经过非常科学的一个这个判别，那如果彰化一定要做，那就是这里的这个交通啦，这里的一个各方面是最适合。县府表示，中华生命园区总开发面积大约要2公顷，总建设的经费是7亿4000多万，建筑部分的工期大约420天会完成。县府强调，地方民众烦恼的噪音加污染问题，县府拢有管控。安那自救会表示，会透过法律争取权益，嘛会继续监督工程施工的进行。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原住民的蜡人只要经过上课训练，摕到合法证书，就当制作蜡枪用来拍蜡。不过最近才有消息讲，这台东县政府办训练，搁要收钱。县府是出面驳回，讲目前正咧规划，也强调袂共收钱。避难组大把六级部落，伫个政府公告原住民会当合法使用蜡枪了后，就伫个部落邀请蜡人进行说明，搁等是新式的蜡枪甲传统的蜡枪，和蜡人了解安全性的差别。不过到当真侪部落也是无清楚，爱经过什么证书才会当合法使用蜡枪。现在有很多人还在疑虑，甲式是什么，乙式是什么？那这个进口的枪我们要怎么申请？所以这方面，我是觉得多跟部落沟通。即马网络都有人咧讲，台东县要举办蜡枪安全训练，搁限定名额50人，日期定伫7月底。不过县府表示，确实有规划课程，不过爱讨论，嘛无公布。另外，搁有人伫网络发起自办课程，县府嘛呼吁原住民朋友，只有政府委托机关开办的课程，才会当合法摕到训练合格证明，后续才会当依法摕到蜡枪使用。县府跟原民会正在规划当中，那这个细部的规划都还在做讨论。在这个猎人的这个研习，就是猎枪的安全研习证书是由原民会来统一颁发。县府预计8月底才会开办，嘛特别强调，大部分的课程拢是免费的，呼吁原住民朋友莫乌白相信网络开办课程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都市列岛庆歌军环境部表示，未来会甲绿色的基础设施列做都市规划，打造会当降温的城市环境。热浪伫都市，日时的温度是小滚滚，暗内因为热岛效应，高温要是袂退。然后冷气又会发出那个热气嘛，所以整个就非常的热。但是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都是冷气跟电风扇一起开的。对。根据生态教小林储评的统计，2013年至2022年，每一年7月半暝11点至过港的透早4点，大台北、台中甲西南部等半暝的气温有甲27度以上的频率超过8成，出现所谓热带霾的现象，唔但影响困眠的品质，嘛互都市热岛效应恶化。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说，这个城市如果晚上会吹什么样的风？你就知道说，有哪几条路是顺着夜间风来的那个地方，你就要对那几条道路的建筑物以后必须要去做一些管制了。暗时要降低温度，就要靠通风。医师提醒，高温致使困眠的品质降低，可能会互交感神经过度活化，嘛会致使压力荷尔蒙增加，进一步互心跳变较紧，血压升悬，安尼变更较歹困，变做恶性循环。由于闷热的关系，有可能会大量的排汗。排汗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尤其是血管里面的这些血液的话，基本上因为脱水的关系，会造成这血液变得比较浓稠。
医生强调讲，热人半暝要降温，会当补充水分，保持通风甲开冷气。不过学者嘛提醒，大量使用冷气排出来的小气，都市的温度要降低会更较恶，而且过灯光日时的温度嘛可能因为安尼更较悬，所以种树来吸收热量，甲减少碳排，这是一定要做的。环境部回应讲，目前正咧调查都市内底有倒一寡高温的重点区，而且甲地方政府合作，增加种树的面积。把绿色基础设施纳进去做通盘检讨，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些鼓励的措施，那有一些是比较半强制的措施，有一些可能是强制措施。环境部表示，未来会甲种树甲都市绿地等等纳入都市计划甲相关建筑物的规划当中，嘛会检讨甲强化都市拿转化等等相关的法令，甲人行道等等公共空间，拢纳入绿色基础建设下用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统计，高中以下学生食电子烟的，最近这3年以来是增加超过3倍。若是利用电子烟去食到伊托米脂，这效果是不堪设想。教育部是按算伫9月开学开始，伫学校做喙脑快筛。无烟客仔嘛无像纸烟咧扩散较慢。高中的校长讲，传统的纸烟伫学校即马拢看袂啥会着，即马看到的拢是电子烟。囡仔主要是对家长也有当冲遐摕来。根据教育部校安通报的系统统计，最近这3档高中以下学生疑似食电子烟的案件，113年499件，114年1692件，今年顶半年嘛有1243件。若各高中生拢增加足多，连国校啊嘛同款。电子烟的影响更大，因为它里面加的东西是更复杂的东西。不只是伊托米脂而已，它其实甚至可以加到100多种的一些化学药品混杂在里面，它的伤害性非常严重。这是我们在教育界里面最担心。电子烟咧团毒品嘛软这个坑入来，目前大家较知影的是伊托米脂松弛粉团，毋过恐惊也有其他的毒品。长期关心这个议题，国教面就认为反毒的宣传袂使搁干那停留伫咧变色毒品尔。其实整个反毒策略开始已经要改变成所谓毒品其实跟诈欺甚至帮派组织这些全部都是相互在一起的。学校电子烟通报的案件哪来哪侪，毒品嘛可能会入侵学校。教育部预计按9月开学，会将喙瘾快筛引进学校。目前也无公布相关内容。若各中的校长讲，应该是按即卖流程，针对特定的学生，也有非特定的学生来做体检。列入这样会列入可疑名单吗？一定是有第三者在，包含可能是健康中心的我们的护理师，或者或者是我们学务人员，以及导师，而且你必须要做他全程录影。是不是需要做脱离检测？如果说假设那个学程到了一个严重度达到一定的状况，那我觉得也许是有必要的。校长讲，即马有新进的创新学务能力来到3工，执行嘛早就有经验，袂讲介难。毋过嘛坦白，若真正要甲代志解决，就爱甲源头斩好长，互学生袂遮尔简单就摕到这物件。无这源头若无长，到现场真正是足辛苦，会当做的嘛有限。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为着要推动儿童歌戏团结中心连续3年举办请囡仔来看戏的活动，7月底要开始演出。头一场就办伫南投新协兴歌剧团来拍头阵。大一定班的歌戏，清查和一般的歌戏无同。这是新协兴歌戏团一南投班的儿童歌戏，小日的追分线。会有安尼怪奇的打扮，拢是为着要吸引囡仔来看戏。我希望囡仔会使爱歌戏，所以我用较吸引囡仔的题材，希望这较趣味的物件，囡仔会介意，囡仔会有法度吸收，会介意，歌戏应该会接受。比较鲜明的颜色，比较较儿童会使看有白的故事，互因为儿童的角度去切入，因为传统戏剧的观众有断层。所以，阮爱为细汉，若是无观众，传统戏剧的灭亡就无人看。所以，阮爱为细汉开始培养。舞台戏结合歌戏和布袋戏的创新的表演，互囡仔看较神奇咯。演员嘛通囡仔互动，一部第一人落台需要颁奖的时阵，囡仔拢真热情，要来斗3工。有家长讲，虽然普通时囡仔拢无咧讲台语。毋过对表演当中，希望互囡仔加学台语。就是他们有唱歌啦，所以有音乐，
乐，小朋友很喜欢听音乐，会融入在里面。所以用这样子来学台语，这样子。对啊，就比较融入啊，比较活泼生动这样子。我们超喜欢看戏。哎，为细汉学起来，互因哪听咧，安尼较有兴趣啊咧。为着推动儿童的歌戏团结中心，连续3档希望请囡仔来看戏的活动。7月底开始，总共会转台7个县市表演。第一出戏是南投拍头阵，嘛成功吸引囡仔的兴趣，感受到歌戏趣味迷人的所在。记者杨秀兰的报道。高雄市青少年创意机器人比赛今年拢总有226队来参加，包括设计、甲组合、写控制马，全部拢是囡仔家己想、家己做回来看卖。机器人连咪进前连咪退后，角度调整好势跳后，都甲比赛任务规定的差角啊，按照色水入去对镜的所在放。高雄市青少年创意机器人比赛因为风台延期，分组2、5、2、8 2天来办。主办单位表示，发展 AI 机器人已经是世界趋势。除了世界赛项目以外，今年比赛嘛头届增加机器戏的比赛，才考验囡仔看电剧的能力。参赛队伍嘛比去年增加60多队，到时会对226队内底选出5队参加全国赛，期待有机会代表台湾参加世界赛。分国小、国中、高中3个年龄层，每一个年龄层呢，各有分做3个种类啦吼。上述是咱若比赛了着成绩较好的，代表咱高雄市参加全国的比赛。孩子们的专注力，还有他们对问题解决、开发、创意思考能力是有明显具体增加的。机器人比赛考验的唔那是动手做尔，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得到高中组冠军的学生讲，因拢是对幼儿园国小开始学，3年前嘛捌去参加世界赛，摕到第6名。丰富的比赛经验，那互因得到真侪对课业甚至未来就业拢将有帮助的能力，也看到国内外选手的无同。国外他们的团队概念很好，就是他们可能很多个队伍，他们是同一个国家，但他们不同队，他们也要互相竞争，但是他们会就聚在一起。我们台湾是以半导体出名，所以我觉得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台湾比较好。可是我觉得他们练习的量感觉比较大，因为我们台湾还是偏向升学导向。高雄市各中各小的机器人课程拢是用社团的方式在办，高中有开机器人课程的学校也是少数，大部分的囡仔拢是家己去找补习班学。主办单位讲，这几年比赛人数拢有增加，不过有的囡仔虽然有兴趣，伫咧欠缺资源的情形下，也难免互机器人的推测遇到困难。记者郭家朱小勇高雄场报道。休乐期间，国家人权博物馆儿童人权学习基地8月也有真侪活动，要带囡仔来了解儿童权利公约，要甲囡仔做伙来探讨这戒严时期检测议题。即马当地休热，真侪亲子家庭拢会安排到馆学习。今年因为历史补课带动真侪人关注人权议题，国家人权博物馆原来探暑假，要伫景北人权园区推出活动，包括台语公讲师，也会带囡仔认识儿童权利公约做手工绘本，嘛会有人权绘本沙龙来探讨戒严时期检测的议题，希望各类囡仔表达想法，落实儿童人权。对小朋友来说，的确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绘本或是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本书不能看，或者为什么有些话不能讲，就是如果当他们自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能够体会到？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绘本，然后让他们连接到现在的生活。国家人权馆即个邀请到黄旭钦甲德洛迪这2位绘本作家来主持8月16台语讲故事的活动，要透过日本时代台湾人物的台语绘本，亲像异乡的三小爷林献堂、节目的天才黄土水，甲2匹喙手医生赖和，带囡仔来熟悉过去台湾人争取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故事。林献堂甲赖和因，就是希望迄个时代伫咧日本统治的殖民政府统治的时阵，会当有咱家己的台湾人民的权利嘛吼。透过迄个故事，熟悉这个人，熟悉迄个时代的历史，大家知影讲，其实伫咧100年前的台湾，其实已经有足够的人。国家人权馆表示，有愈来愈侪亲子家庭伫反映讲，希望会当增加台语的活动，所以未来伊嘛打算要出版台语的人权绘本。所来9月至11月，会邀请愈侪台语绘本创作者来讲故事，互囡仔伫台语环境接触人权议题。记者卢尚如、郑准佑新北报道。这几天因为受到社会媒体影响，日本传统纸本的市场衰微。不过少年时代所开始的流行这低成本的独立纸，也这是搁再带动新商机。
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数据，日本的册甲杂志等等纸本的出版品卖卖金额，伫咧1996年创历史纪录，来到2.6条日票。最近这5档，因为电子册真普遍，还个阅读习惯改变，这买卖金额已经步落去迄时40%以下。不过，个人也是独立创作者，家己刻画、排版，甚至是手工装订的非主流杂志 Zine。最近这几档，煞伫咧少年世代当中真唱。NHK 都用一间研究公司的报告指出，一直到2020年3月，日本独立出版的市场已经有到1500亿日票，是4档前的2倍。这嘛反映出，伫咧数位时代，日本少年人对实体纸本的媒介也是真介意。京都新闻印刷部表示，因接触的艺术家年龄层真宽，有为10多岁青少年到70多岁老大人拢有。40、50代世代なんかはもしかしたらそのオールドメディアって言ってるような世代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今こういった活動をしていて、やっぱ20代、30代前半若い世代には実は意外とハマってるというか。古いからこそ面白いよねっていうような声も聞かれたりもするので。大型的册店嘛开始顺应这个趋势，进一寡独立的杂志。伫咧东京有145档历史的连锁册店、3星堂册店，大概伫咧1档前嘛开始放这个杂志。その一環として、ジンという本来なんでしょうね、商業誌のお客様とはまた別の層に刺さるような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んで。独立誌的创作者黄雅书对纸本册还有杂志伫数位时代延续态度嘛真乐观。伊讲，干那纸才有的温度是无法度取代的。伊个补充讲，确实有一群人当咧找找这款的阅读体验。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下晡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高岛地区25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